下填床打开了。但是喺房先咧，我哋個英文是講啱嘛，按如果知道要講先對開嘅時候，嚟講先，按如果看另外一個目標就朝向一樣不單哈，會找到你深度，好，運轉。按另外一個目標要做嘅，好，做到要做天文台嘅朝向。我們今天傍晚有一個活動叫中大河畔散步，那剛好今天是農曆10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區塊。那我們在跟民眾介紹說，這阿波羅計劃呢，當時的阿波羅太空船是降落到這臨近海這個區域。因為係滿字，哦，當個有阿姊、三個阿哥，啊個親戚啊親戚，做當年，專門做到老闆哈，唔係聽人咧玻璃打爛嘅。哦，做上多年的木打爛嘅，啊本轉去吼，本阿爸爸阿媽媽打，啊就一打吼，我亡命啊，就夾去照去田方落擺吼，到落擺按啱啊，唔理我做乜嘅哦，就開始看田蛋糕，哦，有按到成呢，一成呢吼，很奇怪哦，乜嘅顏色都有吼，又唔好跌下來，我從跌一啲石頭吼，跌上去又下來，跌上去又下來，哦，佢成呢吼。做乜嘅田蛋糕按到吼，應該像石頭硬硬嘅東西啊，所以看到一點又唔會下來。就開始吼，印象講，將來有一日吼，我傾向地講田蛋嘅成呢吼，做乜唔會跌下來，還有按到顏色，特別有乜嘅意思。什麼獵戶座，有大犬座，有小犬座，有北斗七星，啊，任何星座，天上就像一個動物園啊，有很多情景。我們看了之後就覺得很感動，但是一般人看了沒有差，對，哦辛苦了，哦辛苦，還哇這疊得像金字塔呢哈，金錢製造的金字塔，不錯，小朋友從哪裡來？我們從亞美過來。哇，也是很匆忙哈，那就是可以到2樓。好，謝謝。你幾年級？大班。啊，大班，哇。我是4號。这也是有人会讲的一个月球的成因的部分。那这个碰撞，你觉得星星像什么？星星像，其实颗一颗会发光，然后连起来像有很多形状嘛哈。那你为什么要读天文所？想读天文？因为我觉得在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就是很新奇、很奇妙啊哈。酷，对，可以用望远镜看到一些可以看到眼睛更真实的啊。对，我们一般就是对这个科普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啊，才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宇宙是如何，不然一般都没有这个平台，就感受不到宇宙的奇妙啊。我開始啟蒙的老師哦，就到高中甲成立一個天文社，有一個20公分的望遠鏡，開始看到你講蛋糕有按到隕石坑，過去看到土星哦，有土星環，哦，我就開始慢慢的對天文哦開始有興趣。當初讀書哦，冇認真讀書呢，全部都一下課就去天文台看神呢，用望遠鏡，上課咪冇專心，就見看神呢有誒按到冇同樣嘅研究，冇同樣嘅事情，冇意義都係專心讀書。你都按就見看田蛋糕嘅神呢，我跌下來冇。我本身吼，我專科學校係讀機械科，因為學校有咧天文台，我入到按就到天文台，要做天文社長，連考試吼，一冇認真考。咪帶社團吼，來中央太空參觀啊，去到清華太空參觀，冇自己冇認真讀書，唔過我來到中央太空條件吼，也唔係真理想。唔過當初我入來中央太空研究所工作，屬於因為吼，台灣尋一個適合做研究嘅天文台，到中央山脈吼尋一個高山適合，我退伍吼。
拄好看到报纸等讲中央太学伊个技术人员做天文台的微服请天文台适合做的地方倒来，我听告诉讲，我薪水唔是太高，我愿意到3蛋糕观测长久冇问题，薪水180就好。佢告诉讲，安尼条件做来，那要请的都按便宜的廉价劳工做来，不过本面告诉喺外来做佢也有听佢讲技术法啦，讲因为我有参加过天文xã對實際望遠鏡用嘅微服用嘅操作有基本，個有係睇望遠鏡石窟內路去到3蛋糕來做一基本嘅調查，係唔係特上人就適合，尤其係啲行人講係要細本人打到台咧，要種時光蟲了嘅，到高山咱先適合。擘個冇水冇都弄同跟做些，故作也都中央太要做有26年做喺細開始有安嘅環境，老師個也要有支持冇像人成績係唔好，也咩當成，佢在有安嘅工作，實在也不簡單。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盧水成，歡迎收看今日暗向風化。相信觀眾朋友大家睇下呢，看到該影片佢地圖以後都提講，今日叫請人係非常對天文、對宇宙呢、對太空非常了解嘅人，接來訪問佢，來分享莊啟士，莊太公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其實莊太公係啲講唔係學得天文嘅因為當初有一機會出來呢，因為台灣也冇天文嘅系真有天文研究所，天文研究所中央太學慶祝成立嘅。我當初係讀機械科，專科機械科一開始就因為加有介紹啦講細當然不用打，一打就做個填填又按有按不條咩就多填順看，又驚貴按傻的嘛都驚，又驚本人作專去打，冇自己都見過填蛋糕就看到神呢算唔清楚，按到各種顏色都有，個又唔會跌下來。暴風落雨、颱風來呀，唔會跌下來。我就想講，以後抗嘅神嘅蛋糕就當安全，因為每半夜都潛唔到。唔過等到1、2點鐘過後看完咧，時間也過清嘅。我爸爸、我媽媽就講：好轉來，唔會打人咧，我都乖乖轉去。我轉都不敢這樣本人排。以後就對天文騙咗你，係咧本人打。唔過以後對天文方面就產生一個動態興趣等到台北讀專科學校拄好又成立天文社，也指導老師很多余新初老師對我影響咧動態。個有一擺按不頭，特別只我轉去拿錢嘅，喺學校有擺都唔想轉去，想講我爸爸媽媽壓啲安泰。上到樓單都看到獵戶座，我睇擺我看到星座都獵戶座。因為獵戶座就像我爸爸樣嘅都填蛋糕，傳達一個訊息講要好好讀書，鄉下做天炮嘅嗰個也冇乜嘅7，也冇按到電，嗰個一出去看得到嘅宇宙，S 呢就當到算唔清楚。你運氣上下又看得到流星到大氣層一燒燃燒的流星跌下來做人到雲煞，總計一當到記錄有雲煞跌下來，唔像恐龍唔見起來就同一雲煞炸地球有相關奇怪，講太陽中國太陽當到雲煞，人家台灣都冇看到雲煞要跌下來。有可能有記載到清朝嘅時節入台北淡水有跌過，嗰個藝廠係有調查過台灣有可能係雲煞狂嘅地方嘉明湖。中央山脈嘉明湖，清江嘅即你看到你去到，你會看到嘅孔咧有兩個像人咧反轉咧石頭喺度，就講本來都深層嘅土壤一炸起來咧蛋糕就較底部嘅，慢慢咧就變得較淺層嘅看得出佢係雲煞，嗰有像人咧有燒過嘅現象就嘉明湖，嗰係有啲澎湖，你去到澎湖唔會看到，一向期都看到有弧線，一向期都看到有弧線，佢澎湖出現咧一個膨脹嘅一個狀況。
搁加选务员。唔讲该当时迄咩可能个原则动态了，炸下以后，东岸都变海，东岸就较大。啊，毋过有迄个鲳鱼岛的嘛，澎湖中间迄个鲳鱼岛的吼，其实一早踢球有迄个稳土中间，我先喷出来一些咧，做那伊个水道诶，我旁边就像伊个面盆一样诶，所以有安尼。你像米个有咧亚利桑那州陨石坑哈，青苔要行音乐，加要行音乐再行诶睇哈。当初阿波罗计划哈，登月甲就讲讲，呀登月艇啊哈，毋拄好。发到陨石坑里，把太空人一样出来。拄到其美国都用亚利桑那州的陨石坑啊，哈，本太空人都训练讲，唔係去到月球，都要陨石坑地把一樣行出來，都係訓練。係。該地方亞利桑那州該都做訓練中心都錯。係錯，當初阿波羅計劃，登月加伊個訓練中心。唔像月球也係當到空咧，誒用望遠鏡看吼，佢當到比台灣還較大伊個隕石坑。當到迄個當江的空的吼，再多中間有一隻小空的，因為佢無太氣，無保護，地球拄多有太氣層吼，都看得到流星吼，都到太氣層燒鐵的，迄無燒鐵崩下來，也要崩到去。像明朝的時節吼，有個記錄，有一隻煙吼，為安部嘅都蒙鐵，像那一粒太西瓜都。天然嘢就冇空氣啦，全部都被原石炸起，5-6萬曬年左右嚟死。因為原石嘅炸地球嘅記錄也漲很多，像西伯利亞有一個大爆炸咪係，森林咧全部嘅樹嘅嚇，依啲方向崩下來，咁樣原石炸下來嘅，非常多。該都也因為天文嘅知識嘛，科技嘛當高嘅啦吼。聽講嘅下有法度預測講原石會下來嘅時間係咪？有。以前都冇法度啦，吼。以前冇按到望遠鏡，從來學個望遠鏡，發現咧小行星哦，細行星做喺火星同木星之間吼，有40-50萬按度嘅石頭，嗰石頭一睇呢，你像阿里山太陽去過未吼？天玉山咧3-4公里按太嘅太沙谷，佢喺陽力陽陽吼，唔拄好本地球陷入來吼，一早係台北也冇。連紐約也冇，當微粒動態啊。有可能有語言會安尼冇？喂，有安尼智力啊。安尼咪像天陽地度有嘅天陽哦，彗星撞地球。有可能啊，因為你看，主要火星同木星之間啊，吼，只有4-5萬粒啊，也就是危險天氣啊。因為當初一太陽形成嘅時候吼，有日頭咩，有地球咩，嗰個中間有水星、金星吼。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拄好佢一形成嘅時候吼，拄好一火星、木星有40-50萬粒嘅太石頭。我考天文台吼，也尋日對地球危害嘅小行星吼，喺世界排名前50名，有發現到800粒嘅小行星。哇！做得妙，像我哋命名咧有很多種類學，做客家、文學家，有命名很多。聽意嘅，有人嘛做啲命總講上，要做得啦，因為做安尼條路按叫啊。我上過一場狀態過，嗱講，有人嗱要嘅飛船哦，嘅原石哦，要衝下來地球，衝下台北咧，夾夾嚟通電嘅。先通啲大家，因為像上下有民眾我打電話嚟講嗬，我一係看到新聞報告嗬，那有。本原石炸落嚟講拍天陽哦，如果唔咩我真實，喺邊提解釋講係其他地嘅鋪天陽。有啊好，講到二朝呢，太空嘅奧妙嗬，實在係當神奇啦嗬。休息期後，陣過嚟講。將我哋帶學生去鹿林山天文台翕相啊，特別學生都講，喲，用有緣當地人係冇辦法翕相，其實佢看到係銀河，一般人都都市上看唔出來。歡迎到咗嚟暗鄉風化嘅現場哦，頭下同嘅中港上狀態哥嗬，佢講按到讓人看到以後，阿神在亞飛嗬，談過以後講，原來嗬，我識到按路嘅嗬，唔掂嘛，該係啲輔助啦，嘛該成日係上咗樣板嗬。
也都喺讲二手太空嘅欧美队安尼吼。有那无了解嘅人看到都唔值得看乜解，那有了解嘅时间都感觉当时很稀哦。我睇相片哈，你看到做一点点的哈，一点点的啊，因为 TQ 有自转的，有运通，其相对运通技术了了游戏相当贴上啦，像你头样的哈。如果想讲其他一粒绳呢，你像那猎夫哈，也做头呢，也做肩膀呢，也做腰带。腰带、绳链，也做其他水壶啊、紫檀啊，也做夹脚，古说你冇注意看田档哈，一看那都做个底下系猎户座。嘿哦，你像个神的名的哈，总个按庆祝名面的名都生肖氏，佢一比日头哈，每十神呢都有名。猎户座总共有几多粒？差唔多有20-30粒，有了较啱的啦哈，冇像人讲，像人了神的哈。就比太日头哈，太差唔多有几下100万匹人太。你日头迄个恒星咪哈，几下咩个恒星，颜色冇同样啊哈，代表佢嘅物质化学成分全冇同样。嗰日流星哈，拄好嘅今年哈，有40座流星雨，就会都大气层燃烧。太多流星咯。唔过日色冇同样。浅层绿色咩？红色咩？就像伊个宝一样的哈，原色的物质哈，外皮系面粉，底部系肉咩？伊原色可能也系铁的，一社会个边咧有乜铜啊、鉛啊，古所佢安尼一堆太氣層一社會個哈，就冇同樣嘅色，喺冇少睇哈，底下嚟睇叫做原色，個炸到鹽啊、炸到茶呀，大部分。跌下來 TQ 而冚唪都 TQ 都少鐵嚟啦，好冇？錯，那當太啲嘢都冚冇少鐵啦，係冇少鐵。那麼當好奇，唔多但以前細漢時間夜班也未當，就講去看神咧。夜下自從工作以後，要帶阿爸阿媽去看神咧嘛？冇。自從係到山東個阿里山東個西天文台哈，基本唔知係做嘛，我都講西天文台。技術上講，樣乜個條路做得到山東個做很多啊，完全冇了解。我喺講故事講，阿爸阿媽樣板都帶眼夜下喺工作吼，喺樣板要做夜工作，係因為唔細漢我帶眼，有喺嚟講。有。見冇滿。有啊，就開始咱們對天文嘅研究。唔過我要識帶我媽媽去台北天文館。技術地講，原來神咧按道乜個研究。我說嘛是天文台到山東個，因為唔多平地啊，當到嘅光害哈，嗰個當到空氣啊冇人吼，到山東個嘅影響啊真冇人睇。叫感覺當時期望講，哎呦，原來做嘅事韓國唔會炒，唔是錢啊，雖然出去看神咧，嘛個唔是錢，比看天陽嘅精彩。有樣哦，天宇狀係乜計？飛神，天東個吼，也飛神做係太陽嘅。看落杯，神咧，照到微電太陽落杯神咧，做行神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行嘅落杯神咧哈，行到日頭嘅接近日頭架哈，本日頭嘅光哈用睇得病，像有人拍拍嘅哈，做按到人講蘇巴神咩，佢嘅病啊哈用睇咧，如看到拍拍，也較色較強嘅做嘅一啲物理性嘅。離子位，冇同樣嘅面，古讀字講多一定係盡也冇，唔講眼到眼睇唔識咁啊雞，係個要物理嘅現象，係叫化學嘅現象。錯，錯冇？係錯。唔過行個貼片就講，新年前後去麥當勞嘅哈，天當我沒有麥當勞，那個先後座，唔過佢電動嘅哈，樣係比來看。樣板看。一創意嘅 MW 線嘅哈，1、2、3、4、5哈，咧。反轉嚟看是創意嘅麥當勞，因為麥當勞佢係 R 呢 M，佢也成日係 I 呢 W，安尼嗰啲 pencil 嘅，pencil 成咧，18小朋友嚟參觀嚇，前位介紹咗日先好做，嗰日仲有好多先後啊，先後，基本做到就北極星，像人 TQ 嘅天同嘅左星啊，閃啊。就對啊，北極星 W 對過嚟啊，北極星，還有銀河，有冇？像呢種係花拍拍嘅啊，做銀河。係將我哋帶學生去鹿林山天文台啊，翕相啊，特別學生都講，哎呦，
用有云哈，当地人係冇辦法翕相，係其實佢看到係銀河，哦一般人都都市上看唔出啦。我要看人嘅拍個相，拍個以後，哦，當獎當好看呢，係啊平常時看冇呢。因為唔多潛到適合嘅地點。我要嘅親切後去假面湖去拍相以後，拍轉來看，哦，嘅動到嘅銀河呢，係看得出，看得出。看得到吼。誒，嗰個一般人睇白看到就會聊到係遠啊。哦因為田地嘅建商越來越高哈。係嗰個學生嚟講冇辦法去，然後沒有很多遠咯，係銀河。哦，喺種哦，誒，也講也看得到誒，也去物較街，熟悉嘅嚇。嘿，啊，我看得到佢講唔知佢嘅物街，哦，也就田狗生意。哦，聽到聲音，誒，哦，日全食啦，日全食，嘿嘿嘿，也就日石頭，也係到中國清白嘅漠河哈。佢嘅對岸就係俄羅斯，啊，今年嘟嘟吼有哈爾波普彗星嘿，同日全食，啊日石頭一二十條係動珠嘛，差唔多當差唔多初啦哈，啊也係有一樣哈，係日講嘅日球哈，一樣嘅同日頭當天。嘿，古種就冇辦法有講出，啊，總嘛係邊順會看到一兩個柱中間有旁邊拍哈，嘿，也係日頭嘅一種物質，然後日冕，哦，日面，日冕佢係會發光。其實係幾個日頭嘅光啦，係跟日頭嘅光嗬非常嘅強嘛，係啊，日東昂日入係日頭嘛，係當天嘅，當天哦，日啊，該當時時差唔多持續幾多時間5分鐘， 5分鐘嘅時間，5分鐘嘅時間，親像係講，誒，天公公當主哦，啊都食飽以後，向變烏鐵咧，嚇，係嘛？個屌嘅嚇，真敏感哦，嘿，天暗嘅咩？嘿就都比你屌嚇，5分鐘係又比出來，就比出來，古到佢幾年我知道講，要按段嘅嘢嚟嚇，嘿， 5分鐘天天要天光，錯啊要暗要天光。幾天咁講奇怪講，奇怪嗬，我上去衰問一下，啊，係咪我衰？誒，個天講嘅，嗰個田狗生意哈，同嘿戰爭沒有相關嘅。嘿當到歷史記載哈，嘿，本上戰爭嘅時節，一讀到田狗生意哈，大家就嚇到，哦戰爭就停停，就冇戰爭，哦大家會驚啊，一下就會暗到暗嘅。以前嘅人科學冇按進步嘛，啊，以前要感覺講，也係咩要天神嗬，地蘇氣啊嘛解，錯。哦，係啊，啊不，過有啲親奇怪嘅故事哦，像也到東北中國清白嘅地方咩？今日一下田狗生意哈，像野人啊、動物啊，會見險哦，係哦，叫佢乜見派見險，我知道冇爭吵，而家冇爭吵。啊，我有啲研究生哈，有擺到土耳其田狗生意，係，其實發動攞錢買機票去看啊，我都問佢講，你去到睇我看乜嘅動物有乜嘅變化係，嚇，佢講哎呀政府當奇怪哦，有牽駱駝啦、叫嘅啦、咩嘅啦、沙果啦，乜嘅動物都有啊係，好看到田狗生意會有乜現象，係，佢不面做人嚟講，我看到乜現象超危險哦，係，佢講吼人超危險，哇哇個，因為冇住宿上到，因為冇住哈。係，一下暗係咪嚇？係人哋統共會縮小，哦，風太，係，等到佢啊鋼線一出嚟㗎嚇，佢縮小，一縮小，人哋一鋼縮當夾，比人哋成件反應夾，故咗佢縮較細嚇，來唔出咧鋼線呢批嘢，故咗加人口遷鬧嘅，哦，故咗特別田狗生意嚇，科學家就會講，帶長足嘅木匠啊，哦，較啱嘅啦，太陽眼鏡，係一保護嚇，冇做喺樹上。唔會去可能冇到納到啦吼，唔過我哋想講有可能不出上安尼。研究，因為研究對鋼線當敏感。長到狀態個安尼講吼，其實係有動到嘅布吼，做得挖出來嘅，休息以後等下再嚟講。結果有啲小朋友講，喲，一中央太空讓我眼射出兩通喎嘅，因為原住民到地北談到，結果走出來，唔會看清楚嘅門牌哈，就吉啲中央太空天文所嘅天文台啊。
欢迎到咗嚟暗香風化嘅現場，今日非常歡喜哦，邀請到嘅天文專家吼，聽我同嘅狀態哥講到，當前期嘅事情哦，那麼談過吼，有人冇看過，實際看過都唔知啦吼，人都係安尼，其實呢科學家啦、研究家啊吼，嘅種嘅天空。太空當到奧妙嘅東西，聽下又講到看成呢個以後吼，那講伊個天文台吼，伊個天文台，我看個大個相片吼，個暗霧霧，個到底係咪看起個親像唔個學校嘅天文台也見，到底個係乜個有乜個差別呢？暗霧條同個意思條，個光光同個霧霧個有乜個相差嘅地方？哦，是啊，因為像以前鄉下看得到螢火蟲，螢火蟲啊，嚇，也都看唔到，因為電太多，電光太多，公開，嚇，古人看成呢咩全無公開嘅地方，像啲螢火蟲，我看到來安尼嚇，古人我哋當初50-60年間，民國50-60年間嚇，伊去學校家，因為我有天文台，其實上我停電嚇，天火我哋要管制。古到佢學校地背吼，也看到誒燈光都有色嘅，下擺就光線照入住吼，冇睇按到電呢吼，打到天空吼，做唔得照天燈啦，照天燈，唔做照入住吼，安尼照天燈唔做影響到觀測，喺冇照天燈吼，天燈嗰時呢就較冇影響到，因為望遠鏡唔係聚光啊吼，唔係要按到光線就冇辦法做研究，按呢時條人哋看到嘅情況啊吼。就會看到我學校當初吼，天火全部應用為一般有，一般拍，目的就唔好聽光線打到天燈，唔過也像中立，大部分全部公開就冇辦法咪吼，嘛個注意是。所以中央太空嘅天文台本來在中立嘛，係錯，係做嚟研究，也等到70-80年間吼。就冇辦法，都市發展。古董我哋要嚟工作機會去603去天文台，因為冇辦法做研究嘅，因為因為嗰當時係因為唔講喺中立嗰片講開島以後冇地方去觀察，嗰當時就決天先設在60。南條跟新義鄉呢，佢當青山呢，係睇阿里山急嘅3000公尺左右嘅。嚇，咁條線天文台也唔係講耐住氣嘅咯，我像天理市樣嘅嚇，有萬山洲嘅，也有觀測口嘅，也有觀神島，我哋工作像3種天理市結合起來，我把望遠鏡萬山洲，看那有視野要好咩？條件都好咩？該當時嘅先設地方嘅時間，樣板要先到暗夜嘅地方。該高長係到底係樣板。我78年嚇，引入咗中央大學㗎，注意咧蔡教授嚇，蔡文祥教授嚇，佢都接到國科會嘅計劃嚇，講我thành立天文台嚇，到台灣我前面嘅新四合嘅天文台，我哋從北到南到青葉到屏東個中央山脈來選，講那青好嘅地方。合歡山咧缺點嘛當初我哋冇去選就講，因為佢風台，東北季風加東台。風馬做唔得中台。風中台唔望遠鏡我發。山做嘛天有時我選山燈，加講嘅冇講開咩？天意雲我當過，我都雲當過。都雲嘅當過。就很多人咧口號很多逆溫層大氣層嘅邊界所以講我哋現在就一般講阿里山看雲海咩？走。我哋嗰現在比阿里山較高。阿里山2400公尺，我哋減減咗3000公尺。綠林也地方比3000公尺。要，先到高山了，天意要先慢慢樣，佢要先講，空氣要濕本身人要空氣到咩？佢空氣就說較，空氣濕就冇按影響，因為人哋都唔同向開嘅無風影響水霧天通咩？人都看到嘅前面，人哋看天燈嘅時呢實際上隔定水看嘅樣嘅，人家空氣喺見通。有啲天通，人咧冇做看唔到顯啦。但係儀器我哋看得出，那見通
对看的神的做个影响或者经验。哦，古说有时我讲，哎，我神的基本有冇经验？啊，表示出给像水样诶，我经验不稳定啊。有时我请問啊，狀態講，我有時吼，我媽帶南條啊，我條個水里行，水里行個山檔，有時吼看到有時看個神的吼，基本該都係因為空氣嘅關係啊。那一般我哋講到四項的勞動，就因為空氣啊，唔係單純嘅安尼無乜個形嘅，其實佢係一粒粒嘅種盤雞個一樣嘅，一粒粒嘅。啊，而家一粒粒係冇平均啦嚇，做個成日入來光線做個折射，做個散嘅，較散，但是冇做看唔出啦。所以嚟到潛安尼空氣嚇影響較少。啊，樣辦該當時潛就案例去潛到綠林，啊綠林唔看該門牌好嘛哦，韓國熱好，綠林敢若也見唔起哦。係，嗰有看到神木村，哦，我哋舊年嚇。做什麼村咧？清淡過嘅。啊，個舊林有幾多戶？幾多人？都係幾戶？都一戶人哦。都係幾大個都一戶。什麼村？綠林1號，啊冇2號。2號冇，佢當係天文台起來嚇。係。佢玉關處有一個綠林山莊。係。我哋編出來，日本時代就有。日本時代嘅綠林山莊係日本時代氣象站。係啊。但當我哋要編出號碼嚇，其實編出也3號。哦，佢喺挑好啊，嚇，要變3號。啊，我係一通建築物輕鐵片咧，啊，然後都落一山咧嚇，係2隻嘢嘅夾嘅，啊，天文台喺南頭跟嘉義嘅夾嘅。哦，錯嘅山檔，阿里山嘅東方有一半係嘉義，啊，鴉片山吼係靠新莊橫鴉片咧，係夫妻樹鴉片都算喺南頭嘅嘛。啊，就說我天文台嚇，一棟就一個夾嘅啊，一棟嘅1號嘅南頭，神木村係咪？也78號嘅田也玉山鄉一個地方，那中山村6.78號。啊，其實係窮嘅地方。係個排雲山莊嚇，傾嘅山嘅人造地名。排雲山莊係101號，同台北101大樓。嘅名嚟窮樣，101號，亞洲78號，咩兩棟屋嘅呢？該當時候安尼該係唔係時常去該片去到該神木村？一禮拜大概幾多人？嚟到天文台一張嘢講帶1000人嚟講嚇，1000人聽書啊，咩望遠鏡我上去觀察，冇可能把做像當初都像布農族，原住民，原住民。啊，後面呢又搶到租族，因為兩個地方有夾嘅啊，冇重要。嗰個兩種原住民嚇，同我哋天數生態，我哋會搶住拔東西啊，因為冇路，我哋嘅路嚇做到山底下，差唔多2800公尺左右嘅路啊。還有一段路，還有一段路，因為也講土石流嚇，政府唔肯我哋起路啊。嗰個當初做一搶。也原住民嚇，同佢哋同建築嘅一磚啊，一磚嘅買個材料嚇，爬上山嚇，真有辦法起天文台。當初我搶當然起來起下天文台嚇，也不簡單嘅事情。錯啊，把很多東西去用。神像建築直接啊，各家公園佢會講天唔冇有天線盾，天泥化，天下化，冇驚會本森林火災啊。影響嘅景觀啊，佢有要求，嗰種我就特別一成千萬嘅嚇，主要10個單位而來啊，有天地公社，係飛開，有各家公園啊，有林務局啊，特別做天花連咯嚇，青南就講，那樣嘢啊，青南，天地公司講那嘢，你講出來那嘢，林務局講那嘢，消防處講那嘢嚇，縣政府講那嘢，有嚴格咩？嚴格地方唔係假因政府來。南投縣政府來，特別一下就30-40個人而來嚇，好多拜託嚇，也原住民天數煮麵，要煮溫度都85度天啊，我煮幾大煲嘅，搶大家嚇，天數嘅好數，天數就核准，做乜嘅？因為唔係100核准呀，因為單位都有意見嘅，做個特別神槍嘛嘅嚇，伊呢做8個嘅，真神槍出，唔過千後生啊。
我就一昨日吼，一天文台我有接3、4個團體來參加，也冇辦法當然啦吼，主要限制啊。有辦我就對原住民嘅學校吼做請幫忙。講隨時來申請吼，隨時也做得參加。結果有啲小朋友講，喲，一中央太好讓我按寫住2通屋嘅，伊咧假日78號，伊咧什麼從嚇。1號6月2號，讓我按寫太好，因為原住民都地不談到，結果走出來。我小朋友沒有，也係我看清楚嘅門牌哈，就隔離中央太好，天文所嘅天文台啊，我只係看到嘅兩棟木嘅講，中央大學讓我按寫2棟木嘅啲嘢。其實哦，通狀態講安尼講嘅過程哦，通伊來當機密當神奇吼。其在過程當中當辛苦啦，做得根本有也個6年1號嘅天文台，按冇簡單起來，到夜下韓國按到單位嘅幫忙，出上也個天文台嘅成立吼，實在冇簡單哦。到底呢，從泰國韓國有乜嘅研究同太空嘅奧妙嘅地方有神奇嘅東西來介紹俾大家呢？休息幾後，等下再講。咁人家用望遠鏡吼來看到當道嘅神咧，佢嘅成分吼，按住用佢嘅光線來研究啊，同地球有同樣嘅神咧吼，當道。歡迎到咗啦暗響風化嘅現場哦，從泰國吼根本哦來到現場一定要來問清楚啦吼，因為哦從泰國我相信哦，當到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同我同樣一個疑問哦，對個神嘅研究研究，看神咧看佢啊生嘢嚟啦吼，一動往吼，到底係咪啲any 大家也當到嘅科學家，用嚟探究對研究啦，吼，講知道了解外太空外神吼，係咪有生物嘅問題？你先來看地球嘅生命吼，用嘅初神真有辦法想到講，外星人到外星球吼，係按嚟形成嘅話係有冇吼？嚟看吃得水茶，吃得水，一水樣嘅來樣，唔係地球一下開始就有按到水，隕石，嚇。細行星啊，砸到地球噶，跌下來哦，帶動到水，再慢慢有水，有水就可能開始有生命嘅開始咩？嗰日地球形成噶吼，當到誒爆炸，誒生咧咩咁樣有生老病死，睇人咁樣，有開始出生啊，到死亡啊，生咧睇人咁樣，嗰個當到一下開始形成一個星球吼，經過當到嘅階段啦哈，就會形成一個球嘅。一星球形成嘅時候呢，就萬物就慢慢的形成。你看有閃電有打雷嘛，咁人家用望遠鏡吼來看到當道嘅神咧，佢嘅成分吼，按住用佢嘅光線來研究啊，同地球有同樣嘅神咧吼，當道，係咪像科學家一直在研究嘅土神啦、火神？係土神，個火神係咪？真有可能咧，就以後地球係冇辦法生發咧嚇，就係曬到火神。也有咧2000空生命研究有咧好奇號登陸火星嘅，研究有發現到講火神表面下地表下，火神咩表面下有水，就有可能有生物。但是也目前雖然講唔能有證據講生物咧到哪。但是也就講火神早期吼，同地球共有可能有生物。以後人地球係講冇辦法帶，真有可能就會上火神。古到特別小朋友喺來學校參觀吼，千萬冇人就講，我走到火神啊吼，第一件事情啊，都冇講，做埋老師講種樹誒，怎麼要氧氣啊，再咁樣嘅，講我工人啊。我打電話做嚟地球啊，佢講咩啊？佢就講我架星球嘅前面嘅號碼像格子天花樣真打咗嚟地球啊！嚇，將來人類喺多多火星工作成分可能有4個太空人也開始訓練嘅，可能到2020年開始就會有太空人先過去試看咧，有40年
愛才改變成法。哎，我都要才成法。那講太空梭，去到該從美國派出去安尼，該到該土星該火星嘅該體力要幾多年？哦，幾多我年？行250年左右啊，差唔多800年。幾年呢？嘿，我幾年咧哎呦？800年，轉來咩800年？啊，古說一停伊咧太空人送去火星，成法再先比800年。啊，去到土來星，回16年。哎，啊去到土星下嘢咯，係。唔係用嘢了，係啊10年，太空人啊！ 10年。該細漢時間20歲派過去，轉來時間機械個無經驗轉來，過1年後啦，轉來21年以後。係，古說我伊咧教書，係然後葉教書哈係，當係天文所記當初喺睇美國，睇嗰個歐空局 NASA 跟 ESA 哈，係提咧計劃，啊伊咧太空船去到土星做研究，係做伊咧火箭發射開始哈，嗯睇下然後卡西尼號太空船哈，從地球一發射去到嘅10年，啊10年後，佢嘅研究嘅資料就全過啦，日傳嘅過程做2-3年啦。啊，故說也太空嘅範圍是在動態，是太動態。係你唔可要相信，唔過人看到嗬，是在有嘅地方，唔係要看到個妖符，有個外星人啊。係咪唔相信有個有嘢麼？個有可能係人製造嘅麼？因為人看到當個人也網絡非常發達，嘛做得看到當到 YouTube 當行攏有外星人嘅影像呢。是講個該太空船啊，該種嘅飛碟啦，乜該。嗰個全世界哈，全競爭嘅研究，唔像當到世界清新嘅東西啊，上 Nature 嘅論文啊，吼，也 Science 嘅論文啊，千多組嘅對啊天當國嘅研究嘅發表。生物外生物嘅東西吼，迄按嚟來算，其都是有。因為人地球站加講嘅數百種一死嘅地方吼，伊就按度嘅神嘅吼，那來推算，有因外星人是有，只是講距離按太按遠吼，按樣嘅接到嘅訊號，按嘅訊號按樣嘅發出去吼，則輕難。故所由於三個科學家都介紹講，按迄款秦始皇樣嘅分數坑路啊吼，加影響。比如講，日頭嘅光線來到地球8分鐘。比如講，而家你是看到日頭，光線做8分鐘前嘅。加講嘅像獵戶座嘅生肖式哈，可能8個萬以前嘅光，戰鬥人地球，距離安遠，佢發出來光，你像看到大雷公啊哈，入冷一下就看到咩？距離近啊。但是你看到呀生肖式啊，按到安遠嘅星球就經過8個萬年才到人地球。嗰度比講加，那愛派太空船去個8個萬年咯。嗰個清朝的秦始皇哈，佢分數公路嘅影響哈，對人地球無見係唔係正常，但是加光線有冇？比如叫做天狼星，天狼星迄個是由像人類啊目前嘅科技啊，其實同分數公路嘅影響翕起啦。翕起來呢，佢有乜嘅以後新嘅科技傳來地球，人就會看得到以前時代嘅故事啊，也就是伊個距離嘅伊個觀念，太遠。太遠了。唔看而家，比如講，可能秦始皇加光線啊，哈，不管一兩千年之前嘅事情，也在傳到天狼星，地球已經過體嚟啊，傳到天狼星，天狼星有辦法停下影響傳轉來地球，就看得到當初啊唐朝啊、清朝啊、宋朝嘅故事啊，看有嘅樣嘅情形，無做合作啊，比如講，我一雕。德國納粹嘅戰爭、二次戰爭，還有當到記錄，也差唔多對人附近嘅星球內向傳到內，佢拜託佢嘅鄉嘅人啊，再聽影響傳過來，就有辦法欣賞到故事台嘅事情。那講人家小朋友啦，無卡叫小朋友嘅觀眾朋友，或者係講有個後生人想愛來探尋到宇宙嘅奧妙嘅地方。或者講加了解也個宇宙太空嘅有乜個好奇妙嘅事情，仲喺個係唔係要做得一本人觀眾朋友嘅建議？也做天文嘅興趣哦，真簡單。你像人看天象，我買門票，買個多少錢？先動物園多少錢啊？做看神嘅唔是錢，你做帶到人冇做，
唔行到路擺吼，最近看嘿，啊，就看得出呀神球的奧秘啊啊！但是你要用心，用心的心，就甲講的天當有當到通不啦？啊，有講獵戶座啊，哈，也有金牛座啊，天蠍座啊，好大熊座、小熊座，天當有比如講有88星座哈，按度啊哈，你要用心睇，你有冇注意欣賞？比天陽還精彩，又唔拄好又有流星啊，又有月食，又有天狗盛宴，哦，當到奇妙的東西哈，嗰還有乜嘢？神呢會爆炸。你就按總結宋朝的時節哈，有一個天官克星，哈金牛座嘅啊，有一個世界慶祝記錄到神的爆炸，主要很多慶祝記錄到，好也神的爆炸。哦，大陸像當到科學家研究佢咪講，哎呀神的爆炸哈，光線會變化。啊，嗰人台灣研究天文也懂事哈，因為吼像美國。到夏威夷啊，之前人觀察是世界上清太的望遠鏡，10觀察啊，將來30觀察按太的望遠鏡出去嘛。不過佢看完了以後，係像接力賽樣誒，看完了以後擺頭面嚟聽書看，因為像家講神咧唔多個爆炸啊，佢光線的變化全部都記錄起來，就了解講也變化過程哈，按日神咧很樣嘅情形。你夏威夷過後，擺頭面啊，全部開啊。太平洋上冇海冇陸地啊，冇做得實天文台，就台灣。啊，做乜佢唔可以擺到日本係韓國嚟聽書看，日本係韓國較白，多多都北回歸線。較適合啦。係，確實啊。從講總太哥講按度嘅天文嘅知識吼，實在係非常嘅奇妙哦。其實呢，大家都研究吼，也當到後生人，大家都係低頭族，當然都看書記看低頭，不妨呢，像總太哥講嘅吼，然後低頭族變咗。仰頭族，當然來看天燈哦。由於看久以後，都有可能像狀態個安尼吼。嘛做得針對自家嘅興趣啦、趣味，去到嘅做自家家己嘅工作哦。好，今日呢，因為時間嘅關係哦，唔過閒喺一樓，觀眾朋友睇下講再會啊！非常感謝呢，狀態個來到節目當中講安度，吼，也希望本來安尼。動到增加嘅知識啦，吼，也係非常嘅好嘅一個天文嘅知識。好，感謝總太哥，暗響風法，下次見，拜拜，謝謝，謝謝，請坐，來，視察，喝一下。